各位觀眾新年快樂啊！我係外匯策略嘅阿 Ken。咁踏入2026年啦，我哋不如講下今年有咩宏觀交易嘅主題啊。咁今日呢條片啊，我就會講5大主題嘅。咁啊，內容就包括啦，有美國減息啦、特朗普嘅政策啦、日本加息會唔會帶嚟啲咩衝擊啊，以及一啲金屬啊同埋股市個行情啊。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咁第一個交易主題就係聯儲局減息啊。咁市場對於聯儲局將會今年減息啦，我諗都仍然係一個共識嚟嘅。咁只不過大家唔係話太知道究竟會減幾多次啫。咁點解大家會覺得聯儲局好大機會會減息呢？咁因為第一啦，依家美國有一個非常之想聯儲局減息嘅總統特朗普啦。咁佢多次啦喺唔同場合裏面啊，都提到想聯儲局減息去到1厘甚至更低嘅水平啊。想美國啦就有一個全球最低嘅利率。喺呢個背景底下啦，又撞正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任期啊，將會喺5月結束啊。咁特朗普啦就已經多次批評鮑威爾啦，並且講話將唔會同佢續約啦。咁佢又將會啦喺1月份公布一個新任嘅聯儲局主席人選啦。而家名單上面咧有白宮國家經濟顧問哈塞特啦，以及前聯儲局理事沃什啊。咁一個就被視為特朗普嘅親信啦。咁前聯儲局理事沃什啊，其實都相當渴望想做呢個聯儲局主席嘅。市場預期啦，如果沃什真係想獲得特朗普聯儲局主席提名啦，相信佢亦都要對特朗普承諾佢會好積極去減息嘅。咁至於另外仲有一個名單上面嘅現任聯儲局理事沃勒啦，咁佢就被視為一個比較獨立嘅聯儲局官員嘅。咁相對嚟講咧，如果佢獲得任命嘅話，佢減息嗰方面啦就可能會比較根據翻個數據去做咯。咁總體而言咧，而家市場上面對聯儲局減息嘅幅度其實都眾說紛紜嘅。咁聯儲局嘅利率預測點陣圖啦，就預期今年佢哋將會再減息一次。代表市場預期嘅 Fed Watch 啦，就顯示啦，市場預期聯儲局會減息2次左右啦。我覺得個減息空間唔係話太大，因為通脹咧始終都唔肯落去嘅。你睇翻個通脹年比啦，大概跌到2.3%，其實有反覆上翻去3% 左右嘅。咁如果聯儲局貿然將個利率減到去1厘左右水平啦，其實都即係實施緊一個實際嘅負利率啦。預期個通脹啦都幾大機會會死灰復燃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市場啦都唔係話睇聯儲局啦可以大幅度咁樣減息嘅。就算特朗普真係委任到佢嘅一啲親信或者支持者入去聯儲局嗰度啦，一個主席再加埋佢之前委任嘅一個理事米蘭啦，其實都幾難可以說服到其他聯儲局嘅官員，特別係話一啲地方嘅總裁啦，轉軚大幅度去進行一個減息嘅。咁而家你睇翻啦，聯儲局局內嘅立場其實係相當分化嘅。有啲人就認為而家個減息週期已經完結㗎啦，唔需要再減息；而有一啲官員啦就覺得仲需要去減息嘅，去維持翻個經濟增長，同埋話穩定翻個勞動市場啦。咁如果從通脹數據嚟睇咧，其實聯儲局減息嘅空間真係唔係話太多。咁下年聯儲局減息嘅幅度對個金融市場亦都相當重要啦。因為如果減息太少嘅話啦，可能支撐唔到美股而家個估值，令到個美股一個大冧嘅情況咧。咁而家特朗普其實超級唔想美國嘅股市冧檔嘅。咁因為啦，美國嘅家庭啦，將大部分嘅財富其實都投資喺股市上面嘅。咁即係等同啦，中國人都拎晒啲積出嚟去買磚頭。咁過去嗰幾年你見到中國嘅房地產泡沫帶嚟嘅負財富效應對中國嘅經濟衝擊有幾大，大家又知道。如果美國真係出現股災嘅話啦，個問題係會相當之大嘅。咁加上咧，美國今年11月亦都會舉行一個中期選舉啦。咁呢個選舉其實都被視為特朗普推出咗咁多爭議性嘅政策之後啦，一個信任投票嚟嘅。咁假如共和黨咧就失去優勢嘅話，我諗對特朗普嘅施政亦都會帶嚟一個打擊嘅。咁但係啦，如果你話聯儲局真係實施到大幅度嘅減息咧，其實對成個美國市場又未必為係好事嚟嘅。咁因為大家會擔心通脹可能會捲土重來啦。另外啦，市場亦都會根據翻聯儲局個減息幅度同埋話有幾偏離翻個數據嘅情況啦，就去判斷翻聯儲局嗰個政策獨立性仲係咪存在啊？因為畢竟今年都見到特朗普啦搞咗唔少動作啦，去干預翻聯儲局個運作啊，咁所以聯儲局嘅政策獨立性啦，亦都會係一個市場非常關注嘅主題嚟嘅。咁第二個宏觀交易嘅主題，我諗都係特朗普嘅政策啦。2025年嚟講咧，特朗普可以話係金融市場上面嘅風雲人物啊。喺4月份啦，
特朗普就喺解放日宣布實施對等關稅啊，可以話係同全世界發動一個貿易戰。由於對金融市場衝擊太大啦，股市真係跌太多啦，咁啊特朗普都出現一個臨陣退縮啦，咁啊結果都調整翻佢嗰個關稅政策啊，並推遲翻有一啲關稅嘅實施啦。咁所以美股啦先出現一個咁大幅度嘅反彈啦。咁特朗普啦亦都挑戰聯儲局嘅政策獨立性啊，佢一度要求聯儲局理事庫克啦要立即辭職啦。咁啊佢亦都安排咗佢嘅親信米蘭入去聯儲局裏面去做理事啦。咁佢每次投票啦，你都見到佢即係話要減半厘嘅。咁佢好顯示啦，佢有將特朗普嘅立場帶入去聯儲局嗰度啊。咁所以啦，市場上面都唔可以忽視特朗普對聯儲嗰個干預究竟會有幾大啊？咁特朗普啦，亦都主導翻個中美關係啦，特別係話貿易談判嗰邊啊。喺10月份啦，當特朗普即將就話要舉行習特會。大家預期啦會有個貿易協議出現嘅時候啦，咁佢就突然間話向中國要宣布實施關稅100%啦，亦都觸動到中國嘅神經啦，發動稀土戰啊！咁最後啦有戲劇性，即係又可以舉辦翻呢個習特會啦，大家握手言和，暫停關稅戰1年啊！咁預期啦，今年特朗普就未必話會喺貿易方面有太大動作，因為貿易協議其實都已經傾得七七八八啦，咁同埋啦用關稅作為談判工具嘅威力啦，我諗已經冇話4月份嗰陣時咁大㗎啦。佢亦都要關注翻法院嘅裁決啦，會唔會話佢濫用咗總統嘅權力啊？經常話用一啲緊急狀態嘅法案去實施一個關稅啊，咁所以咧新關稅就未必話會實施啊，咁反而可能要擔心翻佢個關稅政策嘅延續性可唔可以繼續落去咯？咁預期咧今年特朗普嘅政策仍然會對個金融市場帶嚟好大干擾嘅，咁中美關係亦都係一個焦點啦，因為中美關係我諗都幾戲劇性啦，而家叫做話得到一個緩和啊，咁下年咧中美元首可能會出現互訪嘅狀況啦，咁特別就係特朗普啦將會喺4月對中國進行一個外訪啦，咁中國嘅習主席亦都可能會到訪翻美國去進行訪問啦，咁亦都有一啲 G20 啊一啲國際級嘅會議啦，去俾中美元首去進行會面嘅，咁所以一啲前美國嘅官員啦，亦都預計今年中美元首碰面嘅機會可能會高達4次嘅。當兩邊真係有偈傾嘅時候，其實話一啲摩擦啊或者擦槍走火嘅機會風險啦，相對就會低翻啲嘅。咁另外亦都要關注翻就係頭先所講啦，特朗普會唔會對聯儲局嘅獨立性啦，會實施更加多嘅干預啦？咁市場啦，亦都關注特朗普會唔會搞一啲國際級嘅會議啦，去傾一啲類似海湖莊園協議啦，想用唔同嘅方法啦，拉低翻美國個匯率，去達至翻佢個出口嘅平衡。咁所以匯率美元我諗亦都係市場上面其中一個焦點咯。咁第3個投資主題啦，就同日本有關嘅。咁為日本啦喺12月份其實就進行一個歷史性嘅加息啦，將個利率咧加咗0.25厘去到0.75% 啫。咁雖然仲係一個低水平啦，但係已經係話30年以嚟嘅新高啊。咁未來啦，日本央行加息其實都係一個兩難嘅背景啦。咁因為如果唔加息啦，容忍個通脹上去嘅話，日本個債息啦，特別係話長期債息，可能因為通脹嘅憂慮啦，會有一個抽升嘅現象。咁如果日本選擇加息嘅話啦，如果個加息速度比預期更加快嘅話，亦都有機會會觸發日元交易嘅拆倉。咁因為日元如果加息嘅話，咁即係意味住咧過往嗰幾十年啦，日本個低息政策為全球嘅金融市場提供極多嘅流動性啦，呢個年代就將會結束。咁當平錢嘅年代結束啦，環球嘅投資者要進行日元嘅拆倉啦，咁就將會觸動非常大嘅金融波動。咁過往啦，有好多即係環球投資者又借日本呢啲平錢，去投資海外一啲高息嘅資產啦，例如話美國國債或者甚至買美國股票。如果當即係呢啲平錢就已經冇再提供嘅時候啦，咁拆倉嘅話，其實對金融市場會帶來非常大嘅衝擊。喺日本加息嘅同時其實亦都可能會令到日本個債市爆煲，因為而家見到日本10年期或者打後嘅一啲長期債息，其實都已經係好10幾年以嚟嘅高位嘅。咁如果日本國債嘅價格急跌啦，亦都可能會觸動國內嘅金融市場震盪啦，亦都會令一啲外國投資者撤離翻日本個金融市場啦，令到日元出現資金外流帶動嘅貶值啊。咁所以無論日元升值或者貶值啦，其實都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所以而家我諗
咁高市早苗政府同埋話日本行長植田和男啦，想做嘅嘢就係要穩定翻日元個匯率嘅。咁依家日本個狀況其實都幾危急嘅，如果行錯一步棋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日本個經濟出現一個大問題嘅。咁我而家暫時嘅睇法就覺得日本政府同埋話央行啦，都仍然有能力去維持翻個匯率穩定嘅。咁預期大概都會喺150至160呢個區間啦，晾一段時間嘅。咁去到第4個交易主題啦，就係話個金屬大行情啦，會唔會延續？咁2025年咧，可以話係金價銀價豐收嘅一年啦。埋單嚟計金價升咗67%，銀價又升咗1.7倍，係一個歷史上面相當誇張嘅升幅啦。咁因為未來聯儲局都好大機會減息啦。咁減息即係代表持有金銀呢啲冇息收嘅資產嚟講咁其實個成本就會降低啦，支持翻個金銀個價格啦。另外央行買金嘅趨勢仍然會持續因為而家市場上面對美債美國嘅財務問題、債務問題都唔係話太有信心，咁所以環球央行同埋機構都會繼續呢個分散投資，去減低持有美元資產上面嘅風險。咁但係呢啲因素我諗其實都已經反映咗喺2025年嗰陣時個升幅嘅啦。咁所以如果話要重複翻去年嗰個升幅啦，我覺得難度係相當之高嘅。咁另外一啲個別因素，譬如話白銀嘅庫存緊張問題白銀嘅工業應用方面帶嚟嘅需求咁可以參考翻我之前講白銀嗰條影片。咁我哋去到最後一個主題啦，就係同 AI 泡沫會唔會爆破有關。咁依家睇落去AI 個投資主題嘅熱度其實就有少少退減嘅。咁要揾一啲新嘅投資亮點係有啲難度嘅。咁況且而家一啲前瞻性嘅市盈率咧，其實已經去到話1999年.com 泡沫嘅情況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咁市場亦都好關注翻一個高估值嘅問題啦。咁而家你見到一啲科技公司咧喺業績上面交唔到個功課佢哋個營收方面達唔到市場預期啦，唔可以將咁龐大嘅 AI 基建投資轉化成為一個盈利嘅時候市場上面其實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拋售壓力嘅。咁當然啦，其實特朗普同聯儲局都唔想見到美國股市冧，因為美國嘅股市冧嘅話，就好可能會觸發到美國經濟衰退咁所以聯儲局就要喺平衡翻股市個風險啦，同埋話個通脹風險上面做一個抉擇啦。咁其實討論 AI 泡沫呢個問題其實已經有相當多嘅影片。咁我又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咁所以我就即係喺呢個主題上面就唔講太多啦。另外仲有一啲冇講嘅宏觀主題例如話個中國經濟點樣人民幣最近就出現翻一個升值嘅預期。咁到底對成個金融市場帶嚟一啲咩影響，同埋有啲咩投資機會啦。咁不過今日嘅篇幅有限啦，咁我諗就留翻下次有機會再講。咁你哋對2026年投資主題有啲咩睇法啦？歡迎喺留言區發表你哋嘅意見。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對2026年投資方面有啲乜嘢嘅主題同埋話諗法嘅話，咁我而家誠意邀請你哋 like 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